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我们在座的正国寺常住法师，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过去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大和尚，是一个大成就者，非常的慈悲。他也是善导大师的师父，叫做道绰禅师。他在《安乐集》里面收集有一篇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今天呢就讲给大家听。有一个人就问：念佛三昧就是专称佛名啊，专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念佛三昧既然能够除去一切的障碍，获得很大的福德力啊，不知道是否也能使行者获得延年益寿的利益呢？能不能天福天寿呢？他回答说：一定可以的。为什么？他举一个例子，比如在《唯物三昧经》里面就说了，有两个兄弟啊，个个相信因果，弟弟呢不相信，不过却很懂面相。这个弟弟有一天在自己的镜子里头看到了自己的脸上已经现出了死亡之相啊，最多不过7天他就要死了。于是有一位有智慧的人呢，就教他赶快去请问佛陀怎么解决了。佛陀告诉他说，7天之内你会死是没有错的，如果你能够一心的念佛，并且身口意要清净，或许你可以度过此难了。弟弟呢立刻就按照佛陀所教的方法，一心一意的念佛。到了第6天啊，哇，2个鬼又来捉他，而鬼听到他念佛的声音呢，却是无法向他靠近，因为佛名号里面有光明嘛。那光明一出现，那个鬼靠不了他的身，于是鬼就回去报告阎罗王。阎罗王就把这个弟弟的生死簿拿来一看，见到生死簿上面另外有一段小小的批注，上面就说，由于这个人持戒以及念佛的功德，将会升到第3阎魔天上去啦，不但寿命延长，福报也增大啦。所以我们就清楚到这个内容告诉我们末法众生，念佛可以延寿，念佛可以增加福报，这个是释迦佛陀亲口回答的话。他又接着说了，在比喻经当中，有一位长者，他不相信造善有福报啊，造恶有罪要堕落。他不知道50岁的时候呢，忽然晚上他梦见了一个罗刹鬼啊，拿着这个索命符来了，在他身边就说了，10天之内我要取你的性命。这个长者醒过来之后非常的害怕，天亮以后他就去找占梦的相命师啊，替他卜了一个卦呀，卦上就说你10天之内就会有罗刹鬼要来害你哦，这是事实哦。这个长者听了以后更加害怕，就去求佛来救命啊，佛你救我。佛就告诉他说，如果你想要躲避这个灾害的话呢，从今天开始你要专心诚意的念阿弥陀佛，而且身口意要清净哦，烧香点灯闲挂翻起，要皈依三宝，这样你就可以免除死亡了。这个长者听了以后完全不敢违背，就依教奉行了，专心的念佛，信向三宝。结果罗刹鬼到了他家门口，见到他修功德啊，不能够害他呀，只好走开了。最后这个人因为修了这些功德，活到了100岁啊，死后还升到天上去啊！你看，在这个安乐集当中，道绰禅师非常用心良苦啊，收集了这2个非常重要的资料，提供给我们末法众生了解到念佛不但能够消业障，能够天福延寿，还可以增长智慧。这个是佛亲口回答的话。所以我们非常欢喜的将这2个简单的公案来转述给大家能够明白，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的念佛，精进的念佛，不但现世能够消灾免难，更重要在临命中阿弥陀发愿救度念佛的众生。我们满心的欢喜，我们能够好好的念佛，以后有非常大的保障，安安心心的到西方去成就佛道，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将这2个公案来分享给大家，谢谢阿弥陀佛。